哎，我说你们几个来这儿陪我复习来干嘛的？能不能安静点？哎呀，廖老师，你学不进去就学不进去嘛，问我们干什么？就算我们不在呀，你一样学不进去。就廖老师有我们在，你才有斗志，对吧？哎，我说周安，你能不能把电视声音关小点啊？雷老师，你那 PSP 在哪？没有 PSP。廖老师，这我刚做的，尝尝。真棒。哎，我说哥几个呀，我的。廖老师，你有喜欢吃，我再给你做一份。真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悲哀。苏老师，教育学和心理学我都考过，他们帮不上你，我可以。我知道，好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感谢同学们这几天对我的陪伴，我是真心希望能够顺利通过考试，和大家走在一起。虽然没有什么希望。廖老师，你放心吧，考试的事儿我们都帮你搞定了。高科技拿出来看看。这是胡作同学的新成果，这个是考试作弊药水，这是他配套的隐形眼镜，用这个药水写出来的答案，只有佩戴这个眼镜才可以看出来。还有这个是无线接收耳机，你们看这个表，其实它不是一个表，是一个扫描仪。考试的时候只需要用这个表把题目扫描出来，我们就能找到答案，然后通过这个耳机把答案告诉你。胡作同学还在家继续研究他的新产品，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会有新的成果。好，谢谢。其实这次呢，老师想自己考，老师天天都在告诉你要努力。如果我自己做不到，那我要怎么面对你们呢？廖老师，我们就是担心你，怕你考不过。就是啊，你就别逞强了。这不是逞强，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告诉你们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只要肯用心、肯努力，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。既然我是你们的班主任，我就要做好榜样。